33歲嘅 Elise 重傷昏迷，目前仲搶救緊。事發嘅床鋪就染滿血跡。消息話，印尼籍嘅 Elise 2年前嚟港做女傭，近排約滿，等緊新嘅 visa。信奉回教嘅佢習慣早起祈禱，點知星期三凌晨4點幾喺2樓一間外傭中心宿舍平台，俾嚿半米乘1米、厚10 cm 嘅石屎擊中下半身。警方接報嚟到北角英皇道珠基大廈調查，發現5樓一個單位嘅冷氣機石屎簷篷成個冇咗。聯絡咗39歲姓余嘅男戶主助查。都係食屎嚟嘅喎，佢已經不嬲都有建築出嚟嘅時候已經有喺度。大廈幾時維修過曾經？唔知啊，真係呢啲我就唔知啦，唔知啊，我都俾人知。有冇？冇啦，就係啦。屋宇署人員朝早嚟到視察，檢查棟樓有冇僭建或者違規建築。警方亦將床褥同塊石屎檢走化驗。